我想物件直直做唔掉，但係把燈個訂唔掉，hang up 位 check 佢，然後就倒對來，個未曉，reopen，諗諗嚟啊，諗嚟啊，what the fuck？Oh my god！everything。係啊，各位聽眾，就可能呢兩件事，我哋嚟到邊學嘅節目錄音啊，出街接本地呢件事唔知學幾長定係7個半，佢一個幾長，我俾佢一個邊咯。我俾介紹啦，我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老椒阿龍歡迎， Hello，有個有老椒藍藍歡迎，特別到啲車位我到問 攞到。Melaka，哦，到馬拉加，哦，對，我看到你 post 去馬拉加，然後個有老椒炸過可能，然後個有，你是新椒啊，咋冇？ Hello，你是新椒，你 finally join 啲，你名未叫為你名。哇，你叫我大毛哥。OK， 大毛哥歡迎大毛哥新椒嚟卡佢。Hello，為你到底到咯？哦，我未曉到佢講啦。到你 parents 係會福建嘅啊？哦，有陣時特禮拜少去巴沙馬拉嘛。我冇誒，我搬你出來邊咧，冇咩去嘅嘛。哦，即所以你 lock 就所以啦。我只笨蛋嘅事個做啊。哦，嚇掉啦，我是個做。我是個你冇去過呀，巴沙馬拉？有。我是個只一下面啊，你學哪插幾條呀？我喺你邊自業嘅嚇，後邊邊嘅。我係我你 parents 嘅。我係 parents 嚟嘅。嚇。歡迎，你幾時聽到邊啲學嘅呢？哇 ，I think when you first start 冇久我就已經聽啦喎。哇！所以我是你 loyal 嘅 fans 嚟。哇！估計嚟參問講話誒。我拍攝嗎？我拍攝對。白頭髮對邊啲時候結局你會？會使歡迎。我咪放大時啊結局，唔係就我賣出嚟見。OK，感謝歡迎。有時個另外一隻新椒咧，就是叫做潤丁啊，你咪潤丁啊？哦，潤丁，我捌看過啦，頂過節嘅時候來隻咧，時都冇整 headphone 啊嘛。對。一聲就亂咗，我未聽，我唔是聽到 echo，聽到 echo 咧時我對。歡迎，潤丁都到咯，當然。我到讀書開。哦。balik我到學校，我到一間學堂去，到正關樓去看到。看到。我係 night view 水。水，你頂到時唔是，你頂嘅軌跡拍來時，你咪 stop。上門我們上多上啲位對。安尼拄好。internet 好係對提醒。OK 啊。冇啊，唔是 internet 冇好咩？我 on 了 data 啦。你聽我 data。冇見啊，一 N 嘅嘛，嗰個 event 了，我在我家對門啊。你幫你家大家都冇事做啦，正單嘅啦。是。OK， 我看好你講聲唔注意係。有個我人嘅介合併嘅講就是，對啊，合併嘅裝。哆來咪歡迎哆來咪，跟住大粒頭對。大粒頭歡迎。大粒頭，我話個車係本名嘅，冇呢事。แล้วI mean เนี่ยฮะจะร้อนเสียสิตลอดเลยฮะแต่ว่าขวาโอเคตื่นเต้นจะวิวมาใช่ไหม可能我學校有寫過。我話特別你係 mute 你係 mute 你咪mute 掉。mute。I 講嘅佢，但我見到見嘅 over。OK，這禮拜我俾講唔注意嘛，嗰一人講俾講唔知邊啲冇講唔注意呢？最近特別做這節目是個無人來呢。
庄主人有影響到飲水一道。哦，對，我知一間大木個無影響到你，我馬愛人無着影響到是嘛？對咧。3年頭前大飲水，我嘅厝落淡薄大飲水。誒，係咩事嚟？嗱，你厝飲水啊？頂住大飲咪是錄音哦。我嘅厝下底邊有音，特別我嘅厝下邊無音啦，就是下邊白音咯。你厝是第幾樓15樓，15樓。？15樓，咱人白車安怎有影響到啊？無對咯，因為我嘅甲北是因為我嘅 building 是較懸嘅，就是山下邊嘅，所以我下邊無對。特別甲落去淡薄嘅咧就甲了對咯。了解。咱還是幾點？是早起呀？人啉水時。actually 伊雨落嘅時候是3點幾4點啦，暫時我拄好甲大山甲對來我嘅厝，了我一對到厝爾吼，就落大雨啊。哦，所以已經對到厝啦，還是啊對哦。before 落雨你就對到厝了。then after that 我就困咯，困到差不多係我10點幾嘅時候，雨你bomb巴嘅車亂車。了過後我個在是飲水嘅事，所以車個了未過啊，了bomb巴來過路安尼款咯。哦，所以是暗暝10點幾就 start 飲啊？唔是，伊早起8、9點個 start 飲嘅。哦，所以老實講，是隔日整呢度開始落大雨。3、4點喺度落大雨，落咁晚就早起。半暝4點落雨咯，落一大咯，了落4點鐘啊個4、5點鐘你就飲水飲個咗大咯。3點幾，你講3點幾是只是半暝，早起嘅3點幾了，你對對。哦，是，所以3、4點落大雨到早起8點幾就飲了，真係大雨水啊！我聽。對，個大雨個大風咯。哦。你讓別人有着影響到，讓在安怎去未去做工啊？啥物有讓別人會見按鈕你咪一個講。哆來咪有着影響哦。哆來咪又無聲去。哆來咪有着影響哦。聽到sorry，無影響，無着影響。แล้วรู้ใจ唔ใจอิ่มจุ้ยเลยนี่ก็เกี่ยวเป็นใจ啊รู้ต่อจิต我 actually 做 PJ 做家嘅，我係馬都做大卡，代表我馬都做大卡。哦 OK 所以รู้ต่อ PJ 但係我會無大卡無飲水。哦多數看唔是嘅一佢熱嘅時熬有個飲水咩？我對面會飲水啦，我會無咯。哦我會嘅水飲去伊人會啊。哦我是看到咩？我是看到你 WhatsApp 嘅 group， 朋友嗰啲寄來啊，啷在丟到第一屆是得一個？實啲啊，有時我會記點俾你啊。哦，實啲名音啊，實啲咪是哦，嗰邊係嗰邊山幫嘛，唔知誒？我唔知，我看我唔知佢到底一格。你講實啲。我看到人生小英啊，伊迄個麗湖啊，麗湖啊，游起來個了，唔知個落去未喎？我有看到人 post。哦。人拄走來走去哦。對啊，游出來。我看到拄走誒。拄跳到啲水位，我看到阮。你是馬來西亞是檳城嘅咩？我唔知哦。我講就係我看到拄走啊。伊是山拄來遐，唔是平常嘅拄呀。山拄夠愛嘛，平常拄唔是邊卡啦嘅咩？唔知哦。我看拄較濟是到啲胃裏面嘅食嘢。對，到晚山咧。嗰出來啊，巴魯個來。古靈是裝啊。你啷到啲看到咩 video？ 我看到這 video 係第件人嘅啦，我感覺就是有一個人啊，我uncle呢，到啲伊個厝嘅頭前 porch 位啊，了
伊个疤较老迄个较老诶，毋过徛条也是坐条迄个，你知咱诶篱笆外口，咱gate between 咱 gate 有两对大诶墩诶嘛，这是涂骹厝诶啦。伊坐到伫咧墩诶，托定啊，迄个叫托定啊。咱叫河定，我聽我媽講佢哋叫河定啊。哦，我未曉喎，阿龍知有河定啥物？我唔知你講咩物件。即係咱嘅厝 gate 位嗬，咱嘅篱笆門啊，gate 位啊，邊有兩咧墩嘅咧，肯定啊。哦，係你唔是 ，sorry。你唔是河定是拖卡位嘅。河定先咧下過嘅位嗬，別使立。對，河定是下過。我聽你per anak mention 你講，特別我冇乜聽過點到是講，樣做陣嘅時候，你下過時，你下過時，你頭就看落，你成個你 respect 一樣接一處是特別壓落嚟啦。啊，是啊。啊，我唔曉。你見啦，你就是個立掉邊特別別使立，我媽講別使立。我媽講別使立嘅哦。係咯，我點到去你老厝成個你，我去你西安公司啊，賣米菇嘅邊，特別搬去啊，就是西安公司位是，我真係見立呀！你真係見到佢哋一地就見立嘛？我話講別使立。你 OK 講到對唔住，咱個看到把你係咪 clip 嘅了到啲 internet 嚟，係一隻見咯，就是一去嘅你篱笆嘅梅嘅位，你知哦？篱笆嘅梅嘅係，你知咱篱笆梅啊，它較舊嘅土卡厝，篱笆梅咪是有倒一個咧下皮誒壓咯，湯然後呢？伊應該起入邊啊，所以心肝頭咧管咗咋？哈！你冇看到啊？這裡？我冇看到。起個心肝頭咧，心肝頭是就管咗咋？心肝頭啊，拍點啊四條哈。四條。驚人哦！我覺得人這邊㗎啦，我想希望講有咧條影響到人，唔注意人教人講啦，特別個無人喎。有影響未確認嘛？洗厝了嘛？你估啊？誒，洗厝真久誒，好冇？站尾個人鹽水嘛？站尾個鹽水咩？有啦，檳榔嘛？啊會？我袂記哦。站尾有咩？唔是站尾，拜四，sorry。拜四時啊？佢真落大雨，佢真落長命雨嘛？佢真落雨 ，OK， 長命雨。唔是檳榔啊，就是卡布。多一個。珍珠絲哦，我南美嘅。對，一邊有一間真係出名嘅肉骨茶，一邊都是鐵路，一邊鹽哦。多少卡啦？你地去多少卡啦？多少卡？對啦。多少卡邊？特別我講嘢，我會講好笑事，我都講，人家電視機咧大聲啊，咁樣嚇，我講嘢，人講所在啊，人嘅 landmark 啊，嗰啲是食物件有嘢。一邊得啦，位啊，你有八骨大隻好食啊！即是檳榔人特日子做嘅物件嘛。你講我後邊佢這邊有一打咧，別插幾條後邊換住佢，佢咧是食後邊嘅有嘢。OK， 我問問你人若是講我看到啦，我朋友寄來，就是伊個車嚇，伊個關底一鋪就啲車，伊關底一鋪掉就啲卡邊，伊主要係摸起來啊，一邊係關底一個鋪就主要。你一個介紹應來學我看講，伊做伊 food spa， 伊做啲聽嘅借條啦嚇，伊最嚴嘅伊卡冚了。哦。然後咯，那是講你可能咪咁麼拍嘅了。有啊。啊？是啊，鹽水嘅嗬，應該是冇路未起來了，因為伊樣嘅物件應該是拍嘅了啦，modem 啊，嗰啲 computer 拍嘅了。你咪是叫哎呦走電人嘅，特別好個就係人有啲些冇啊，插電頭有啲到啲托卡病人就好哦，唔是啊，有啲你插電嘅嗰啲 plug 嘅啊，嗰啲 socket 啊 ，extension。啊 socket 嘅咧唔是到啲托卡病嘅啊，你有時你音卡關起來，你咪是要 short，要冚多。一隻 short 呢嗬，伊個咧多。
大頭都跳了誒，哦，跳了。哦，你索咧我看到，嗯，你講咩先？冇講索掉，你唔是成日伊 before 伊大蛋嚟，伊大蛋嘅頭冚起時，就是索到女成嘅。是到底追，是就你愛好條索。我見到我唔。伊個水吼，伊個是一個吊啊咧插頭呢吼，伊個 L 甲 N 啊，伊個索吊呢吼，伊個索結啊嘛，索結啊，伊你正頭，你中頭正跳了誒。哦，我唔曉，我都你明見啦。你看除非是除非是街路電嘅wire 拍架落嚟，就掉出，就夾啦，哦 ，because 冇 fuse box 就係可能未跳，fuse box 跳嚟講啊，你索掉，咪你到邊啊，見邊位，係就索掉咯，你到後嘢講應該索未掉咯啦，一跳了嚟噶啦。OK。我俾佢 at 你兩個。你安怎若是講你人到底條鹽水，攏家己捌鹽水經驗過哦。做乜條鹽水過？請子歡迎。Hello。哎呦，青子，我冇看到。水來。這是加工。Hi，加工。冇 full。I cannot get in。我嘛是想，我考慮另外一個，我考慮 this one is direct link 看清楚，考慮會去哦。Andreas，真係一個。但係kalau講啊嘛，John 未接你喎。but 伊到底 computer 嘛，清楚？我可能只粒 phone 嚟接啊 ，rest 嗰粒未接 ，computer 冇未接。嗰時考慮 link Skype 並開。奇怪，something problem 啊，today。嗰隻問題。video 你pupu 數。冇啦，鹽水啦，嗰粒派啦，明嘅。你可俾鹽水咩？冇，等住邊兩個呀？哦。你講最最把經驗啲鹽水過。我捌。人家講佢啲經驗。只久啦，I think 有。10幾年、20年有了，變靚啦，變靚。你知係Scotland Road 啊？嚇。冇 Green Lane。OK。伊到底我係大粒倉嗰邊。嗰邊地舊鹽水啦。哎呦，伊係細粒倉啊，拍個樓落嚟啊，鋪啲水位，哎。伊個巴架係四粒倉拍個樓落嚟咗。等頭驚，等頭驚，拍個樓落嚟。拍個樓落嚟啦，你哦要湯啊，唔知咩湯啊？鋪啲你水係為你 just imagine 你俾maneuver 落去啊。我個鋪啲你看到啲幾落去啊？看下你湯冇鋪你知哦。你看車你條冇音咩？我別記啊，安怎？不，because 安怎我唔知，我再講啊，前日驚就掉咗啦。because 啊，你就愛 avoid 係你撐，嗰邊 avoid 係你撐，嗰邊 avoid 係你追，嗰邊 avoid 係你。哦，要撐。我再講前陣。即係in 90年，可能是80幾年㗎。應該是80。late 80s 啊，冇就是 early 90s 我未記，而家睇你點先。即係1990啊，上個時我係記，因為嗰邊鹽水直到講人刮茶嘅，你冇鋪掉出來啊。伊個 high end 管嘛，對哦，伊個大管嘛，了。來啊，看到伊唔咁辦呀。OK，我看嗰邊啊，你 Skype 俾我睇。How to disconnect Skype? Skype. What disconnect Skype? Okay, there you go. Disconnect Skype. Okay, now look here. แล้ว我接掉下แล้วมาว่าอีกที就是我讀撞領嘛，撞領嗰邊嘅會我一記我看到小影報紙嘅是人有人死嘛。你點解你睇過呀？對，睇出得到。แล้ว我係記講我做工了要轉厝，死咯，係你
掉落个咧，淹个咧就對啊，個未對哦，了，但係貴下邊嘛，無貴本未貴嘛，但係撐啲鋪一時嘅，嗰唔是一粒，安尼一粒，我依家咧禮拜鋪掉下，係禮拜多嘛，禮拜哦，多咧，對，我會記禮拜多對，會記哦，會記，嚇咧要撐鋪，安怎你當，你會撐安尼當個鋪，你知哦，當佢你買要撐。一個，這是幾年前。哎呦，真係久了咯，唔知夠窮啊，係唔夠窮啊，是八九呢點聲，九二九二呢點聲，迄個點聲啦，真久了，我再講真久嘅點聲啦。了，我本未記啊，按照我會交厝啊，交厝了死個未白車，因為啊變了淹水個驚講佢哋咱去困了啊，迄個車。哦，迄個水上加你撐安尼塞去，揚起。有影真正蝦米你知哦？了我會記講啊，我要轉嘅時，都好我北工，了我車北啲，你知 transfer road 嘛對？我是淹水嘅位嚟嘛對？transfer road 淹水咩？那是咩去土地嘅位嘅？啊，本淹水，迄個位本是淹水嘅位嚟。特別我 manage to 我在條花出 transfer road 啊 ，because 我北啲咧 embassy 加北嘛，แล้ว我花出咧特會淹水แล้ว你馬達啲 redirect 係 traffic 嘛，叫你咪行一個路行你路 ，of course 咱人無過control，咱就係講被淹水嘛，就特別條路本淹水喎，但係你好彩你嘅車無嘢都無淹水啊！Hello. 我就是 because 我學有人會行嘛，有人會行我本對條行，但係我再講一關，伊會水過一關，然之後我車會行，我未記，我再講係你大粒倉這邊鋪，嗰邊鋪就係啊。你有接你車？咁樣係。你有接你車啦面咯？有啊。我記，特別。微微娃娃講過嘛，微微娃娃伊咪是伊花車是伊個車嘛是入水嘅啦，實唔水嘅是伊交個燈，就叫學生個刀卡，伊個你卡伊追出來。你真係你如果會聽講啊，微微娃娃嘅車唔水嘅告訴，我會記如果 the next day 伊個車內面有護士內面。冇呢？冇呢嚴重。你咩咁好嘢？冇呢嚴重，特別我再講，我會記講啊 ，insurance 冇賠啊，人講 act of God 冇賠啊，了嘛不要緊。好彩我 engine 冇接水，我車接水，我 engine 冇接水，所以我會記講啊，日記寫喺你車貼伊個夾筆，阿咪個了落來啊。呀嚇，拗落。嚇！我哎呦，開隻隻女仔哦，貼個了出來，了日記拍，了個唔知做蝦米。唔是我自己做啦，我請人做啦，幾百塊咧。然後個這邊課程水講係死人水，係特別一個咩係你發電箱講啊亂做氣個了鹽水，但 actually 唔是 because 伊海底伊水下流未出。哎呦，家講你好彩啊！你車伊鹽水嘅水入嚟 engine 啊，無拖埋啊，拖埋確較大代志。冇，唔是青子，係你車真正垃圾，特別我 engine 無接 ，because 我交厝了，你無 start 你嘅車嚇，伊 engine 未接水嘅 ，it's only when 你行條呢，伊 engine 行條啊，伊索就去 through the exhaust 呢。對 ，that's why 啊，你若是要 go through 鹽水啊，你車落去嗰個油啊，你袂使搖你卡起 ，the moment 你搖你卡起啊，伊水塞去。是咯。啲 exhaust， 你袂使停咧，啲 exhaust 係衝咗出嚟時，你水未。哦，你要過時，你就硬落油可以行過。唔是硬啦，你就係落機，巴如講。特別嗬，我覺得真正危險嘅，你開車到底鹽水嚟啊！尤其是這邊啦，馬來西亞唔單止鹽水，這邊就是鹽水是啊，一開始是像有客人咧嗬。伊客人係水啊。
會掃咧車，of course 啊。你看未掉哎呦！我翁捌花車做架車做摩托車。我一打電話給我，無回訪我厝這邊嘢就，一打電話給我啊，伊講啊，伊車入水啊，到甲驚，為我規人要女去啊。喲，安尼管伊換入去，我冇。危險哦，危險哦。係咯，到尾佢講，我到尾佢講，你忙落來啊，我叫我人這邊嘅 local mechanic 啊，去拖對來啊。哎呦，我甲你講啊，我驚到我笑啊！你係咪唔追你係啊？唔是，伊有這邊有一個 low lying area，伊 because yang 係你落去伊個淺啊，因為嗰邊有一個 railway bridge 在哦。所以伊愛落淺啊，落呢個櫃嘛對，但是伊無落愛落淺，係落呢個櫃嘛。因為呢在安尼，伊個看無到，伊個看有人櫃嘛櫃咯，啊嘛呢在。我講你車exhaust 嘅嘛，人嘅車若是管嘅會貴啦，嘅嘛會貴。你lorry 嘅 truck 樣嘅咧，係到啲頂面嘅 exhaust 啲嘢出頂。啊，我啊，一個即是人講啊，講食夠曬。哎呦，有影就無合理 ，because 佢哋有一個暗咋，暗了無開咋，所以一看袂到有水啊！但當今晚變落雨，我講你袂使過，我無插路管嘅，你袂使過就對。落雨袂使用合。你安怎伊過啊？伊就掉到啲水裏面咯，還是掉啦，掉起啦！我規頂車 right off 啊！你鋪哦，無鋪。伊車無鋪，伊個水啊高甲要我會驚咯，知哦。哦，入 engine 入水了咯。了時無法了，我叫好個仔，我這邊我有一個 local mechanic 這邊嘛，教我人家識嘅嘛。我打電話可以驚，我講你到咯去拖我紅邊來會使哦，了無法咯，伊去了拖邊來咯。用多 truck 拖對嚟哦，拖車拖。拖車拖邊來。你車有入水哦？無接，伊無接，特別伊 engine 接啊，伊無開門嘛，我幾唔通開門嘛 ，because 伊講差不多夠驚位，但你行出去，咱都唔知做管嘛對哦。他哋學你應掃去嗰時。頂住我人，頂住即係 Kansas City 有一水本啊，我別記得我啊個 maybe 3個月之前嚇，我人正本是落住一大河，然後落隻大河咧是伊。往一條江啊，往外出邊一條，冇講講往外出啦，特別落卡起淡薄，伊個往正個40幾條街嗰邊上個100幾條啦，伊個江牆啊，因本是早起暗暝半暝落雨咧時，伊度到個早起唔知4點幾嘅時候，但伊秒一個迄個。bar 人啊，邊有一間 bar 啦，就 popular，就人去食物件啉酒啊，可能，因到去，伊講伊特別去走去 office 嘅伊 important document 啊，入邊實啉酒啊嘛，伊個 restaurant 嘅伊 bar 嘅就嘅落啦，嘅就嘅落到是就講嚟啊，嘅就嘅落入邊嗰一擺嘅處理是後尾就是講。你下邊就什麼呢？呢個實會去伊個卡邊啊。然後伊度講伊度接去伊個即個，我一條新聞講啦。誒，講伊度會去我見點幾號車去行伊個新聞到啲邊。伊講伊接個去伊個點，伊個去行到伊 document 到來嘅時，伊水啊，伊講無夠半點鐘，伊水去到伊個什麼 waistline 迄個人 handle 開門嘅 handle 嘅位啊就。喲。伊門未開喎，伊 pressure 伊水 water pressure 調伊開。然後嗰時啊，然後就拍電話去 emergency 咯，拍電話咧時就走去後邊到啲伊個巴頂面咯，又到啲巴嘅頂面啊。然後伊個巴頂面就，伊講伊個巴濕電動喎，水接咧伊個巴一攰咧，呢直直鋪掉。誒，講走去徛到啲成都頂面，成都幫鋪喎，啲成都。有冇看到？我
啲條嘅。佢冇水哦，冇咖啡啊！你是叫咖啡還是茶還是水？啉茶。以前到啲 commercial 嚟成都，你知啊？本鋪啊，然後呢度一個人真係 strong 啊，commercial 成都一碗啊，講咯就是一個咧，伊水下來條是到啲伊個店嘅餅放入去，然後落去講而已啦，所以到啲拖伊入去講而已。所以呢度後尾講因就走去士林嘅頂面啊，後邊白伊講拍破伊個士林了白去士林嘅頭邊，然後伊我看到新聞嘅時人坐船來去伊個塘出頂面，然後伊個叫I think 是 fireman 嚟，伊叫伊卡破伊出頂一項，然後拖人攞人出來。伊是 single story 嘅出來啦。single story 出掉。That's why 啊，你知哦 ，John， 若是講你看下你愛飲水嘅位哦，伊人嚟厝上個有嗰啲庫卡樓呢，下底有空空嘅啊，是後尾無得是走開呢，然後隔了會厝到啲樓頂嘅喎。因為我捌着過到。你是佢家講曬夾磅嘅厝嘅啦，對嚇對，但係我哋到啲有飲水嘅厝安尼爾，無飲水位樣無做安尼。我甲你講啊，咱這邊嘅所在啊，若是去夾磅嘅飲水啊，伊飲水嘅水接落厝啊，伊唔是講是像江嘅水呢就。參誒垃圾嘅物件了啊，接去落厝，我就朋友，哈，你講真臭味啊！對，參屎啦，雞屎啦，哈咪個咧我撲入去厝啊！伊講伊個親戚嘅厝去咁幫嘅位啊，哎呦，伊講飲水嘅伊個水啊，無落雨了嘛，伊可以水啊，洗嘅厝，洗講。幾禮拜啊！伊臭味未。是啊，是我捌釣過，我多啲燈啊咯，我是捌釣過。哦呀！真係臭！伊個迄個 sludge 啊。鹹紅少嘅咩？伊個 sludge 啊，黏嘅啊，黏，上加果安尼，款了啊，骨黏安尼款呢。我安尼，睇黏是糖糜，特別 mix 到糖糜有人會嘥啦，下面麻真臭嘅啊！真臭，洗個腳骨，I think 啊，攞3個月，巴如迄個味，甲無去，唔知是無去，還是我人關事甲迄個味，真臭。所以啊，迄個淡仔你講迄個梅丁啊，你會叫淡仔你講你梅丁，較久嘅時人講梅丁就是，若是講有。飲水迄個梅丁會塌水本嘛？哦，對。係啦，即係個梅丁無安尼管啦。無，伊是淡薄嘅水啊，淡薄嘅爾。但所以人有梅丁就是安尼。會聽，你有條影響特別嚟嘛？定啲大飲水嘅事。有做工影響哦。做工怎？你是未去做工，是你去掉已經調工啦。未做。佢早起嗰啲人就未出來，共人個了，往個了。你出咯，你未出㗎啦。你嗰邊嘅路伊冇。伊，特別我講，哎呦，你講出來咩物件？就出去做工，伊唔是早起俾。出去做工哦，我想你講我係出咯。你成個早起是不，你講是幾點？你講4點幾落雨落個。對，3、4點落伊個只有落掉，伊時一頓命雨嘛，就種。一直跌落。跌落邊，我唔知條街。就攬住我家出門啊。多頭家厝是多關呢？flat。哦，你話是你關 OK 啦，你免驚講會入水嘛。我嗱鹽家灣未抽嚟，而家平時試個住人啊。你就最好。7樓，我哋未係7你減起來你是。開車亂都斷安尼管啊！伊若是飲水入去落 block 啊，
你發覺咧咪是未行咯？哦，無啦，actually 無安尼管啊，然後你飛有摩托嘅嘛？嗰隻有摩托版嘅。哦 ，OK。啊，特別嚟講接家，安尼講你真解咯，真解啊。有。無啊，伊是有咧位是真解啦，像你回到等嗰邊啊。啊，我龍杯真厲害啊，龍杯飲嘅真解啊。嚇，龍杯啊，漢林啊，你我是真嗰邊。對。我你真解啊，你看到車頂了。啊。我行啦，企喺車頂有咯，對。你看幾幾日啦出來啊？你洗車電話靠嗰粒拍掉一車股身嘅咧。Oh yeah。這搞到我幾個拍掉股身啊。哦。Actually 啊，即係個了時啊，伊 development 啊，伊龍江個了就塌個了。古早我細漢你點解唔聽別人飲水安尼聽咩？是飲水是 control hall。Sungai Pinang area nya tempat ka CCTV ka le nya wat cipai op khoi xiao i khoi lai chỉ tao yang u bằng hay damage rồi cụ cha tôi yang bằng hay damage yang dam hoa su hello đi bộ là tao lúc có bị hơi xe tao lúc kẹt Xí mẹ có phun lại được tao mà你phone 來時即係，不過意思就是講，即係是發展就這啊是。發展就這啦，但是你龍溝啊，咩叫咯？即係當劍水就好啦，我唔是講咁面啦，當劍水提特別提一滿件。特別是冇，啊啲是政治是本行緊路上最好數，一個水鹽。對，叫按照講啊是海底是叫水鹽啊。最貴。最嚴。大樓嚇。But usually 本來大樓是 April 嘅點聲嘛。本來特季節咪是有大樓。係10個唔是？但冇人聽，如果冇人聽咩？特別好，特別我感覺本啊，唔是講嚴格嘅正辣啦，特別嚴成個講 flash flood 啦 ，flash flood 是啊，紅險咧落大雨是嚴嘅。當今上看，唔即是當今看到是因為啦，可能有 WhatsApp 啦、WeChat 啦、有 share 啦，還是一隻當今較濟。Behind the seats, where the little where I put candy rose one time. 哪裡冇講？你聽到我其實咱無想講隻落雨度面，我是懷疑講有可能是唔是講就人你起厝啦，你咪是冇咯。嘛變阿毛灰啊上面咧，有變做你水部會鎖嘛？你聽到是有塗骹嘅 surface 啊，有水嘅濕自己塗骹嘅嘛？啊，當然較少位嘅是伊嘛得個落較長嘅點先個鎖自己塗骹嘅，不是？我擦伊用鋼個了啦，未水未流出啊。冇會走咯是，然後就是上快上最好是就變做鹽啦。特別頂節嗬，我看頂節人嘅大鹽啦，邊樣嘅嗬是較正辣過頂到1990，攞去記1990嘅話是1990幾年嘅事。我1990個，較嚴重。我其實是8個，有時。都冇嘅，知道幾節嘛？都是仲你知道是幾多節咯？你提有件，咪攞提有件。哦，你知道是幾多節？冇啦。因為我是講冇關啊，阿邊另外一件是講落滾啊，最頂到就冇關一滾啊。等我看冇，在我在古邦掉真界時，在我一前者叫我只細漢啊，伊教演嘅時，伊新娘伊家仔阿妹啲呢，坐新娘借上班去啊！你係這是咧，伊未穿伊 wedding dress 啊，伊用上班袋伊一邊摘出來。上班都百新娘轉哦，一頭整，新娘轉係頭整嘅。特別但是講有影發生嘅物件，白刀啊，用想起來是係真 romantic 嘅咯。真特別，無人我睇你經驗咩，真特別咯 feel。嗰時人買咯，我感覺。冇咯，但是我愛咯。就是講我求係冇一半愛你款嘅物件咧，因為無人有安尼款嘅經驗，攏是一世人一道那種，好笑嘅啫。
對啦，那邊都上課啦，逼起來一直死人，咩清手清水水就，一 dress 掉變變。迄個物件會保就對嘛，但係你鹽水這種嘅經驗啊，你保袂對，你冇可能去啊。你當電發生嘅時候，一定是只杜蘭，特別貴啊，是啦，你上起你貴啦貴啦，你10幾年都上起嘅時候 feel 就好潮嘅咯。我係放 Facebook 可能知咯，就係。咪你若是要對咱當人嘅禮數啊，人講若是結婚嘅點先，若是如何啊？減少。伊新娘夠真好啊！伊新娘夠啉湯啊。是咩？也唔使講驚曬是新娘減少啊，講落河添，落問來問去就知。我冇查乜嘢準期啊！你食就對啦。那是講人請你教因啊，因水你去哦。我冇去了咯。所以係咪數驚曬新娘再去呢？It was what you had. In case 個有人出現嘛，落歹勢都出現啦，新娘嘅驚曬都冇啲咯。即係啊，你講啊，即係前日調就真係是我未 join 啊，未 join 未 get in 咗前咧，我去 Google Hangout 啦，我係 get into Google Hangout，and then 啊，伊即係 you are the only one，you are the only one。誒，但係 the only one 是因為你 join 咗白你，我有 knowledge chat going on 成個事㗎嘛。Oh, I went in through Google Hangout. What they go into Google Plus, I went in Google Hangout. Oh. 誒，轉咗咗頂禮拜冇講嘅。嚇？頂住禮拜係咩？按照冇落，頂住禮拜冇。咩事咩事？冇啦，見住都都未嗰度講隻嘢呢，嗰度 say hello 呢。我表過嚟都 birthday 啊，Victory 樣啫。講我跟住咯。OK， 靠我唔係經往時就嗰隻啱咪嘛，你大啦嘛。就係我就。昨天過嘅。OK 啊，拜拜，咁樣。拜拜。OK，拜拜。頂住禮拜我時候會落嘅，特別我就係朋友到啲California 嚟除話，所以我就California 叫咩啊？學嘅話啦。加州。我加州嚟除話嘛。誒，邊唔是國家界啊？邊？加州係咪做鹽水啊？拍紅，是唔是？拍紅啊！不，係你是即係 Florida 邊咯。哦 ，OK。你點解上面巴魯加最近嘅是 Maria 掉。Texas 下邊嘛。掉 Houston 是咯，特別冇掉啊啦，特別依是Houston 掉界。Florida 定點樣掉界咧？當今第一屆就是 Puerto Rico 咯。Puerto Rico 掉貴 island 100%冇電㗎啦，而掉after hurricane 伊貴咧 island 冇電去。咪估啊！你再往這邊講係咩啊？你係好邊嘅獨個頭喺大喙啊，戒掉啊，戒掉亂戒到。大喙噶，就該開喙啊，講大話啦，笑命啊人啊，戒掉亂戒到掉嘅。免驚。頭呢度冇讀過。誒，甚至係咱馬來西亞隻雞去叫啊！我又好嚟去叫啊！誒，咱係這樣講度過，這個咱這邊啊，咱馬來亞無雷人呀，伊個嘢咱係雷去散亂嗰邊。講食西嘅。係。是，講咧，我就咪走而家，拜拜。講個別走，拜拜。然後OK，等陣，因為呢邊個就係我冇介紹了，個了人個就請之嚟啊，這個就講，這間咩啊？這間是住嚟啊？怎麼講隻啊？查某阿妹，咁阿妹要看戲先係咩？古靈啊！guling啊，咩guling冰呀？冇guling冰就冇嚟。大冰，大令呀，都是大令呀。你記啊？哆來咪咯，enjoy 嘅講啊。講。我講90幾年咯，迄陣我讀小學爾嘛，係了，正禮拜無幾哪日無讀冊，迄陣我介歡喜爾，我介暑假enjoy爾，我以為我就是enjoy，我就講嗬。我
想講鹽水水是長期會使燒水嘅嘛，有睇鐵圖嘛。哦。嚇！อันนั้น我本來想講你只啊細水嚟啊。有咯。係了。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ลยว่าแต่ไปมาลูกอิ่มชื่อว่าก็想到ว่าจะเลย classmate เนี่ย因為一般是話路頭車來一大 area อิ่ก็真正關呢所以 father แต่ไปhọ伊愛可以驚讀冊嘛一個行路頭車可以見到只有頭頂去你面前只有睇來一對咯แล้วไป伊人出來啊อัน去萬山買菜咪有啲人出嗰時會煮無講正關啊一個仔咧อัน啲嘅แล้วใส่出來嘅แล้ว哦啲อันนี้都 cut 掉嘅為頭整嘅可以借出面咯，出面咯，睇你幾 strong 啊嘛，嗰粒蛋。誒，上是邊上 tractor 啊？哦，出面咯，出面。大粒頭咧，大粒頭都唔掂唔追佢哦。冇。你唔掂唔追佢？我問 this question 我問我係爸啦，so 我問你人看啦，即係 all this in three 個了啦 ，what is the root cause 咧？都能想。咁我咪是講針潮層咯。development 啊，我是懷疑 development 發展就係學卡無。大家 Houston 呢兩個 problem 就是 yes overdevelopment 呢兩 poor planning 嘅數，呢個 developers overdevelop。要也 wetlands ilang supposed to drain the water tapi ilang built through tapi all this the root cause the big picture lu lang想法都是虾米咧？唔知講下，較濟你想物件我諗冇想對嘛，所以講咩？都是 climate change 咯。哦 ，climate change 唔知 part of climate change cause that 啦。แล้ว我覺得 climate change is a major factor 啦。人看講鹽水當叫安尼食啦，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嗱，可能人去買船咧嚇，咁買船。This is just 我 because 我有當行我知early，即個 is just the beginning。當今人不到是去河南啊，是唔是啲車是要船未做滿啊？不到人我鹽水是劃船去。你看上個。喺Harvey situation 都看 all the weather records 㗎了。In 1 year 都幾哪裡 category 5都想看啦。我看到你摘。我看到你。So แล้วhow do you explain？ 香港頂陣唔是上個是有鹽水本咯，香港係馬考係哦。馬考香港是落大雨馬考鹽水。哦。香港是大風啊！你真係啊！我就係前陣啲這邊一件事嘛，伊後生家伊找我帶去香港啊，伊人 Cathay Pacific 無 flight 來對咱來伊出山了。哦。特別 delay 互伊人啊 ，because 無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啊。即係咱講鹽水嗬，咱鹽水有當時你是。想到講鹽水嘅 problem， 特別佢他咁樣冇只頭殼條。我每當伊落快提啊，攏講鹽㗎，就幾點8點幾9點是鹽，然後伊落股加提嘅了會水啊。但係應該會多數卡嚇，多數卡應該就唔是多數卡，火車。多數卡嘅股冇來啊，多數卡上地啊。只股冇看到伊啊。點知有來伊種你看咧都冇曉。多數卡隻股冇嚟，多數卡那時都聽到咁樣對嚟啊，或者，แล้ว鹽水個影響就係咩物件咧？你想下，你想下，你是當今你鹽水啦，應該你處入去啦，你係咩物件派？哎呦，真濟物件咯，你 cooker 你 washing machine 啦嘛，at least computer 你 unplug 啊，你夾起啩，你上圖啦，你 cooker 啦，你 washing machine 乜嘢嘢機關？係啦，我係厝那是講鹽水啦，我係厝是做啲山，佢滾起來，所以鹽水嘅機會是真嘅，佢定住變鹽嘅事㗎啦，我冇影響到。特別我係頭整嘅咯，你講是舊嘅development 啊，我伊人起是一部浪教在裡面，就是當一部 underground 浪教
system 呀，伊到底 underground 是啥？那个sewer啦，洗水迄个鬼呢？所以伊落大雨時，我人會行落下，頂住鹽水時落大雨時，我行落成個江嘅呢呀。伊邊啊那邊做較深，所以伊水牆到啲邊啊那邊位。特別落真正大雨真正陰嘅時候，甚至伊當本冚起來時候，伊成個規條江嘅呢，規條落成個倉只塊江嘅呢，個行人。因為住 basement 啊，我住 basement 係講鹽水呢，我試話 basement 我係 studio 拍嘅啦哇。我當佢即幾件事就 basement 啊，我夾咯，我拖開 level 是差唔多夠㗎，我妹喺邊安尼阿爸咧管，阿邊我藤牙嚇，我整嘅就藤牙嘛，嗱係即是就是夾咯，即是 floor level 咯，你成個就是講應家即邊起來我已經接到我厝咧管啊咯，死我解喎，咁樣物件未用去，哇解喎安怎啊？我唔知安怎，我都未 imagine 人當今個掉。個條大風吹了個厝多個鹽水嘅咧都冇，咁樣你成話佢嘅是 reset 嘅咧狂 start 起哦。Insurance householders cover to 你特別有 flood insurance 哦，你若是有 flood insurance 有買 flood insurance，normally 人嘅厝，若是講你到底有鹽水嘅位，伊都有，你都有人想到買啦，特別。有咧無鹽水位，你未買啊？你無想到買 flood insurance 誒 ，John， 若是你住啲鹽水嘅位啊，你嘅 premium 真貴嘅咧。係咯，是啊。嗰時係就係 loading 嘛。若是你無鹽水位，你買啊，你 premium 個冇咁貴。你人若是講你。頂陣時我看到一個只幾成年都是迄個老人經嘅啊，飲水我看到小英，老人眠床咧浸了水，佢到底眠床會困了啊，攏還積後。問緊錯什麼？依個冇，依來啦，浸了一就加個了水嘅了，老人經咯。老人經誒。你讓我聽到，我冇聽到 report 講有係咪 fatality 哦？有人冇人過世，冇人有事，咁樣叫出來咩？有一個滑摩多可能查某唔是咩？哇！對，伊滑落江，滑落江，浪高係是。the rest 冇了。我個仔啊，我個仔冇，一個人好似啊。較好嘅就係人啦，我看到時我講試啊，然後個有咧位個拖棒咧，拖棒我喺厝裏邊哦，你厝裏邊有拖棒啊？但用唔解邊拖棒？對，漲多了又 landslide 嘛。我落個叫佢那頂車咗，耶。我厝裏邊搬擔嘢，我厝搬入水淡冇？入水嘅幾多個擔冇咧？哦，呀，安怎入水你厝安怎入水嘅？因為我做藤牙嗰邊入水，伊方上大啦，伊水上大間啊，河水上大間。你接是到啲迄個你每邊係是藤下邊看住？藤牙邊。藤牙邊啦 ，OK， 所以到啲一邊海邊吹入來可能是。你做去，但係冇講到水出可能。我暫時冇過。伊阿你禮拜去個水，暫時冇。所以呢，我鹽水呢，我就去橋下咯。就是都好，迄個水人，我係講我厝空調嘛，所以我講你講10月1號即個大啦，我10月1號水都出水，特別你會使較早入去了解 ，I don't mind。所以伊家收拾了，伊成日去了，伊看到了，伊翕相我看。我哋好個仔。所以伊甲我寫成去嘅了，伊甲我寫個叫我成去嘅了，好啊。好個仔，我都好閃佢。係咧，個人就拄好，係咧，我白個貴先啫，所以變咗我紅飲背對邊兩節。你一定知鹽水時有飛機有 cancel 嚇，都唔知啦嗬。飛機點應該冇鹽水啩？飛機點鹽水？新聞冇講啊。新聞冇講啊，是講就人未去飛機點咯。是咯，未去飛機點咯，慘喎！我覺得當天冇鹽水，我未去看過去飛機點啊，變咗貴子搭車啊。係啦。他攞點證嘅啫，就幾厘嘅咯。你到底睇得咯？
我哋只我哋只無鹽水無落雨了啊！我哋邊啲等咗門間去飛機場啊！我9點鐘嗰陣。喲，好，如果嗰時下晡6點幾7點蚊出門嘛，如果飛機是暗暝10點嘅，所以我8點到飛機場就到啊！哇！我係6點出門啊，我係9點鐘8點我到啊！哇！你行的 normal green lane 嘅位啦。你若是行 Green Lane 會個死個，我是行外海嘅咯。哦，哇！睇下睇個笑。我定住，所以我去我買人決定，到時到當做冇時就是去飛機場度較驚啦冇。你未聽到講，你未按順講，伊係咪人見？但是講平常時無搭車會點先？你拄到 accident 係係咪物件好死啊？伊對搭個只啊！咁我只驚去飛機場都要兩隻早係點先去？是咯。我當今我人大較近啊，我買厝較我飛機場，所以我無咧驚。頂一時我 Bruce 甲伊買來時，我嘛是去後尾一年時大佇一個道理，就是我一飛機場所。早起飛機8點嘅飛機嘛，所以我特別只早都未去啊，所以特地一頭一個道理個 shuttle 載我去，我是特別嚟驚咯。我第驚就是咩？攞驚我隻飛機是第驚就是 miss 掉飛機。我冇驚咯，佢看下咩數啦？但是講是有影天時，是我是家己錯嘅話就較慘啦。那是天時無好啊，係我無驚咯。因為上我一個假設咯，我拄過嘛，我喺上海有時到落真係大雨，所以我未對廈門咯。係咯，用上灣學校大一咩？佢哋就嗨咯，好啦，好啦，我叫你去飛機場困。特別用個別地勢就往啲冰單3-4點鐘咯，呢個別地勢個愛背買背咗。你叫咩唔得4個點鐘佢又往8點等個11點幾啦，伊個講 OK，sorry 啦，我就被 cancel 啦。我頂陣時去。我特啲 LA 飛去 Phoenix 時，我未落伊個，我特啲天頂嗰陣，我看落去伊個飛機場位，雨就白個啦，落雨我特啲飛機看到嘛，伊落條雨個白咧叫，啱講summer 就唔想有特啲 Phoenix 叫咩 monsoon rain 啊，咪講起嘛，แล้ว時。我就未咯，我特別我係飛機啊，我係 connecting flight 時候嘅7點鐘嘅啫，所以清楚點7點鐘。我特啲飛機就啲順，我就already delay 啦 ，delay 了時個特啲飛機頂面啲順啲 round 㗎，貴估啊，差唔多，I think 話半點鐘嘅40分鐘特啲頂面，啲 round 啲4，然後佢另外一邊個 sandstorm 啊，特啲嗰邊所以你看到一 sandstorm 就恐怖咯。我冇只同嗰陣冇翕到相，一 sandstorm 啊，成個路上困晒媽咪是戲咧啊。你看你啊，你來啊，because 上面是 desert 嘛。你看到一 sandstorm 個了土，然後一卡一塊地，然後另外一邊河個了。then 我落到去時，伊個 schedule 嘅 time 已經是差唔多9個12分鐘啦。然後我自家咧。你 off duty 嘅 flight attendant 啊，你空姐咧即係冇做緊時借飛機對 Phoenix 嘅，伊講你會使一頭裝去 customer service rebook 你 flight，啊無就是你一頭裝去你 gate 看 ，in case 人 hold 有伊個 plane 冇 take off 個啦。然後我一頭講 OK， 我裝，我走該回咗，但係我上面該回咗就，走個一半話要死啊！我錯啦，我日個路到一卡咩啊？走去嗰邊，看到我飛機步走。แล้ว我走去係你攞 customer service 係是嗰啲人就 miss 咗 flight，一早謝人已經 miss 咗嘛，所以冇想話你走佢去報啫嘛，所以我就排隊排街等，然後排㗎，點解就等那個2點鐘啊？點鐘嘅差唔多2點鐘，嚇係咪？你that particular airline 你坐就是係咩 airline？我係American。American 你會解伊人講唔知？講咩？on flight 我唔知啦，特別 on counter 伊個 terminal 伊個 counter 啊 ，any counter 你 just 解人講叫伊人，你害人 ticket 解人講你會 gate 係咪 you might。delay，then 你叫伊人 hold 的。哦。我
有我的 experience 就是，哎呀，我講我應我講我家己，我有陣時我知我的 flight that was late or 係咪 ，but it's not 我的 fault，是我家人講好的。哦，特別我唔知啦，我唔知我到底飛機頂面伊個載就是接出嚟，特別我是拉薩掉，已經是何伊我係 seat 呢，我冇來嚇，seat 已經是學別人去啊，可以。要 overbook 嘅嘛佢只。so 特別我 but actually OK 本我冇講正會到時講我直接上未對厝啦嘛，我個頂飛機呢我就交厝啊嘛。所以我就哎呀，佢 disappointed แล้ว我本來拜六對嚟แล้ว禮拜天係穿一日แล้วก็去做工拜一嘛，一變做嘅有特別伊兩個學校大啦，到啲Tempe Arizona 有攤大，所以大學校入面แล้ว要學食一堆，所以我阿妹去個學校嗰時食要飽，แล้ว個學校困住未啊？困住未แล้ว時嘛就早起。冇，我就係 Apple 差唔多用到，你開始個自飛機對啊，對緊嚟正阿妹啊，坐個死啊，我介紹個要做工。你咪講Miss 飛機啊，我會去，我一擺我去去英國中央，我嘅 flight 呢，我要去 from 美國，我要去法國去吹我嘅小夢將，我嘅 flight 是6點。1點幾啊！我正行數嘅，我大擺啊，at least 我3點鐘去check in 呀。Because 你未知嘛 ，Heathrow 啊，伊 security check 真係嚴嘅嘛。我點甲食飽了 airport， 1點我甲英國講你坐我去 airport。袂啦，是講你飛機安尼6點袂，你免驚，伊個阿波啦講，講你免，你放心，我人。make sure 夠Heathrow 夠咧，哎呦，伊人一講你知啊，伊係咩啊？M25係咩啊？要去 Heathrow 啊？塞車，哎呦，上塞車誒，係一條咯。我喐實曬啦，by the time 我人到 Heathrow Airport 啊，各種嘅面部質啊，你甲我講我放你一邊，你攞去嗰時講 make sure she checks in 啊。伊個counter close 了啊，我好彩我 travel business class 啊，所以 check in 後我咧，伊就冇話講快睇下你去。哎呦，伊個安尼會，我個 check in 後先呢？嚇？安怎你無 check in 頭先呢？我人去Oxford 去行去買物件。不，知 because online check in 啊，係咪咯？伊 online check in 啊，會使 check in。我冇 trust online check in。I just 2 weeks ago I also had a very bad experience。我教嗰邊啊，安尼會有。好彩我係 hand carry luggage， 我 always 有穿衣架就，我冇插咧。我走到我係心啊，咧我會去啊，我拍上位啊，你若是咧心啊是聽啫咩？你特別人自己 cough 了 cough， 我點 cough 咧，我未哦呀，走未夠呀，咯，我騎落去我。back 我放我交我物件，我穿我物件了，我坐機咧，伊 passenger 我看伊巴機來啊，我應我 business class passenger 伊人帶我去 to the gate 啊，好彩啊 ，they were waiting for me，you know， 好彩我 travel business class 啊，我 2 weeks ago 啊，我準備去澳洲就，if family emergency 我去澳洲。我嗰啲係變了就，因為我想講我叫 taxi， 我坐去 KL Central， 我係luggage check in 後邊咧，我坐 ERL。Just as I was going to be， 我看我 handphone 呀，Express ERL link 啊，開車歹，因為想學人去行 on the railway line， 我講死啊，這是。
我個 telephone 係的士名，我講冇啊。你嚟坐啊，你問幫我去叫成都坐啊 ，straight 去叫嚟，可以唔咩噶？我掛死咗。You know why？我俾 express check in 啊，啲私人，咱而這邊嘅所在嘅。我名冇啊。哦。哎呦，好啊，心了啊。阿妹做啊？阿妹做你有去掉，按照你接掉，你一頭去飛機場去啦 ，instead of 去 central。啊，我去飛機場，我去 business class 嘅 check in counter，我名冇啲啊。哎呦，你安怎好咯？我名是單清瑞，人教我十八歲我名就清瑞單，因為人教我未曉吹我名。哦。我未打閒啊！我下季我家己去吹我名，我嘛。你下季你講得佢計得吹啊？啊！我下季伊個咧人係白嘅位啊！我講來我家己吹，我吹我就是我嘛。你看你 check 看我嘅 passport number 個了喂。哎呦！我叫你話，咱哋這邊嘅人啊，伊讀過波啊，冇落用嘅啊。So racist。冇啦，咱嘅名本較奇怪啦，冇啦，咱無成講美國啊 standard 個了啊 first name、last name，and 咱嘅名較奇怪，咱當我家己嗰時有紅毛名啊，個 Alan 喂，啊咧個起口啫，都唔知我到一個是 first name，到是 last name。特別好，若是講你嚟巧嚟講，你若是要吹，你曉想講，哦，maybe 有可能你嘅名會都合併，你會去。problem solve 淡薄啦，有當時。係啦，時候啦，老哥人應該按上個條冇。對，我同你講，but the way 係我名，我係 boarding pass 啊 ，throughout the flight 啊，因為 cabin staff 就叫我 Miss Louis，我講我唔是 Miss Louis，我是 Miss Tan 啊。我唔到佢又叫，誒，青之 Louis。你在我啲 Korea 背點先？因為我啲 Korea 我對邊一道人啦，特別我去過別個所在嘛，啲 Korea 我去台灣，我去多哈，我去香港，所以我特登出去啊，也 boarding pass 點先啊，因為特別另外 approve 我名喺度，因為我名有一個紅毛名了，我寫換，係咧有一個東南名嘛，所以特登以後我 boarding pass 一特別去一個講到隨 manager approve 講這個名是對嘅。誒，安怎你無？Korean system 是對了，就中國安尼，一個 surname，係了一個名嘛，成金、湯恩，安一個名 fix 嘅。咁一拄就成，人啊馬來西亞人奇怪啊，佢 first name 啦，佢唔是 middle name 咯，成 surname 了個，人嘅 last，個是人嘅 first name 嘛，伊就會成另外 approve 講對啦 passport，這個是對咧，阿冇，我只係你，嚇阿冇伊講我名唔對，講我 passport 嚟。你 passport 阿冇名本了。有，覺得有嘅符嘅，特別問題是，你 boarding pass 出來是成班我 surname 嘛，成班位成嘛，位了個 Alan 起好，所以但係我嘅 boarding pass 達到，因對我，你等我一，我去找我 manager approve job 之類啫。誒，安怎了？我咪是特別我是。你冇想嘛？你成當入啲美國嘅 passport，你成是啲交位之類啊嘛。喂，特別我 passport 唔是寫。你有 middle name 嘛？你對男人是 middle name 嘛？啊，你我唔是啦，我係中午一個是我生嚟嘛。特別我名特別一樣，講 middle name 好一寫條是寫上等一個，所以就嗰個做到但都冇理由嘅啊！我係 etiquette 我 book online， 我係 Australian visa also 我 apply online。Australian visa 冇 problem，only 我係 flight booking 有 problem 我係名，而家所以。你世界講嘅人真係，你別話冇得到嘅。成個人你搞人唔是我就謝你咯，就慘你就慘你。你講對阿龍，那是搞啊，伊冇做工好病了。伊是 manager 尋日就叫嘛。阿對，清基你做我笑呀，係咪數下嗰個事啊？我朋友啊，特佢 complain 啊，把伊個工人啦，伊尼波啦，我講你 complain 咪貴，伊就是冇搞一做伊尼波，伊那是搞伊做你頭嘅。對唔對？對，你講對，
after 我 check in 下面了啊，我去個樓上，我坐落去，我笑到家己愛笑。唉，慘啊你！咁你講點解去樓上面 OK 啦？你點解冇講就？Because 我3點鐘嘛。哦。我去3點鐘嘛。對冇名，你唔是你。就是要叫青子啊。哆來咪叫。我好彩一個下路 GP 隻，有你人計搞搞，吹波個無下路吹啊。你個係啦。哆來咪啊！伊甲我講你袂使來，我講蝦米袂使來，我講我為我出了啊，幾千塊你知哦。我家己我硬我出去，我硬入去啊！我無插可以叫伊咪叫伊 security 來，可以 security 來抱我出，話俾我無插，我笑嘅啊！咱個知道普羅只大，人哋咧唔注意數啊，普羅唔注意啊！應節攞出攞音喎。在，我聽講。普羅可能個門咧發電啊，個門咧音。哎呦，那是普羅音貴邊能音咯，普羅是山嚟都知哦。啊？But 幾個月前啊，人講啊，普羅啊，伊無飲水特別啊，有 landslide。哦。普羅是山嚟咧，阿 John。有 landslide 啊。普羅是山，那是飲水咯嘛是。日本驚你有掉飲水哦，等住先。快就唔驚掉飲水哦。啊你多蘑菇啊？蘑菇。多蘑菇，你乜煮過哦？冇咧，我會冇啊。我唔會，你到下邊落菇啊？哇 ，I think more than 10 years 喎。OK，我朋友聽到我嘛未未處未嘛，แล้ว我問我朋友嘛，講下邊area OK 咗，伊講，哎呦，下邊不飲水過嚇，唔知。冇喎，我大間嘅菇唔捌喎。就是咯，你定住飲嘅蔗是下邊都冇飲，就面是 OK 啦。我是驚你，我係唔嘛，一人出邊啊嘛，就條四更到啲迄個約出來就當然做掉嘅啦嘛，就掉嗰啲。對。咧，伊個講到有音怪關，特別伊無音出來啦，音氣特別無音出。然後我甲佢講，你注意看你樣錄掉好時，我甲佢嘛講學叫佢我看唔注意咧時，我拍電話叫佢去。拍電話去看樣，安怎嘛？還是唔知8點9點呢？是，伊度互我看伊樓骹誒講會對咯，就去我會看到啲一直平常細條咧嘛。咧有邊有起較懸嘅啦，伊度應該差唔多起會到咧邊啊啦，炒啊邊啊。誒我講是你車唔注意是你車咁樣鎖去樓頂嘅，你我人誒北京落我內落嘛，然後伊落到啲樓頂北京你 garage 頂管一樓嘅，你是講我講主要是陰住嚟講，佢哋咁樣鎖你車去樓頂嘅。你買會是喺你 left hand side white colour 嘅 apartment 陰住咗嗰邊。嚇？嗰邊有陰嘅咩？嚇，嗰邊講講嘅啊，你知哦。嗰一間講伊隔壁上名特別較假嚇。白色嘅，I think 10幾層嘅，我講呢位嘅。嗰邊我講換一隻阿明嘅呀。對，嗰邊正個鹽水嘛，嗰邊有一擺是伊落雨落到只向啊，伊規個甲北淡個了去。對，佢就是我邊講嘅嚇。嗰邊咯。哦，未怪人講我邊。白樹呢會 OK 啦。特別伊嗰邊人真係鹽嗰邊有講嘅。伊我講嘛，講邊啊嘛。係是上伊嘅落個點啊，伊個簽落去啊。我在伊甲北個咧入水車，我聽講，伊是邊個甲北啊？嚇！喂，我聽過咯，因為我是聽人講過嘅時候，我哎呦死唔知唔水哦，然後去叫妹我買兩個冇。你講你個別人講咪聽到朋友講係咪唔水嘅？香港本來啊喎，香港我個大毛哥，香港。Hi John。你對到邊咧？我定要啲邊咧？我定要啲邊咧？哇！直接鹽水係是舊嘅咯。哦，嚇！你講就係攞咗呢個背叫，啊，咁背機被靚啊！哦，被哦，了掉。
你未去邊路啊？你未路到啲你係講嘅啊？秘魯了，circle 個正點鐘啊，了秘魯是落大學，秘魯是落大學還是鹽水？冇講正大，應講風大。哦。了秘魯咯，了 circle 一點鐘半秘魯，了過後就飛去 KL 咯。哦。飛去 KL 單咯。哦。單了 because one transit 台灣嘛，然後比賽個飛過 custom 咯嘛，然後就話你 waiting lounge 入邊單咯，差不多一點鐘佢再飛過咯。一飛過咧 ，OK 啦，還是飛還是 OK 幾點啊？你教時教邊兩時？教嘅時啊，7點幾啊，本地是4點半就教嘅了。I think 差不多7點半了。暗暝。哦，所以鹽水已經背起啦，啦啥？是。應該是啦嚇，應該是啊。我對嘅是我叫 taxi 對嘅是個 OK 啊。我叫我做人問仔，我驚是鹽水嘛，所以我叫 taxi，不就單 taxi 單正久咯。taxi 個 anchor 啊 ，taxi。係咯。嚟個 F1 時係放 anchor。哇！呢個嚟唔捌 try 過嘅咯，頭手未落，對邊樣未落？你特別你去嗰時，你看到成所在有鹽水啊，還是成日淡仔推車講嗰啲人嘅車cushion拍嘅啲。我第二日也是過係嚟 Giant 啊，講愛去花蓮嗰邊啊，我嗰邊解咯，我看到真濟係嚟慈濟嘅人去 help 別人咯，一樣嘅 fans 係嚟隔了多啊，然後係嚟籬笆多啊了，哈，嗰邊真厲害咯，係咯，我聽講花蓮只，你人厝嘅籬笆多還是按咩物件？厝嘅籬笆多啊，真濟多啊，然後真濟係嚟慈濟去托卡厝，嗰邊真按照講真 low 啊，熱靚，哦，點樣落啊？真嘅 ，sorry 喂。你對面那個時候講福建話，佢都知我講福建人嚟，但我出嚟冇講福建話。我出嚟講咩話？講廣府話，所以我廣府話真嘅。我福建話真嘅廣府音嘅。OK 啊，未歹啊，未歹啊。OK。咱冇聽過邊兩個出聲cat 話podcast 啊，廣府話 podcast 哦，廣府話有啦，廣府話較濟人講。應該真歹聽咯，馬來西亞廣府話。特別馬來西亞廣府話咪是馬來西亞慘嘛？慘嘅了，馬來西亞成個咱邊啲福建你看啦，但有人感覺咱邊啲福建冇好聽咧。邊啲福建好聽，邊啲廣府話，唔係邊啲廣府話佢會聽，我感覺 KL 廣府話歹聽 ，sorry 啊。你敵對人啊你？係咯。My sorry， 我真正。冇相會嘅慘啊，有樣嘅去處別為先，咱有特別嘅，咱個會熟噶，我就。但是相嚟講咧，咱特別，但係咱做乜事咱熟噶？邊啲學嘅事，你依特別會所在，咱個會熟噶。是咯。所以學，不要緊啦，你吉隆坡人熟噶，應該幾經當話。喂。可能咩啊？講好啊，唔係講佢就走啊！就是嗰位講嘅鹽水個鹽水，日本鏡裏面嘅講嘅日本鏡，你有條鹽水哦。別人個鹽水講，阿龍都把鹽水丟過哦。我鹽水啊！我同意我厝啊，我車啊，嗰兩時有抓落包掉嘅咋，有一個像頂邊然後就講會zip起來嘅抓落啊。zip 落。我包本嘅車本人包掉嘅咗，本咋？你驚？我驚。本是你啊？啊？本是你啊？哦，等。是你講啊？好你看。特別你唔再看到，你唔是落 Skype 啦？我看到，我開到 YouTube 嘛。你要掉啊！有人叮打聲講我聲就細聲，等於有我到嚟跑路看，你 monitor 看我聲細聲。last month 能講我聲就細聲，日本係啊，我日本係。哇！
我特本隻㗎啦，爆掉嘅。哦。都係看嘅時我特別開。嚇，到嚟講嘅鹽水啊，我就嗰時誒好潮吧，at the same time 真係垃圾咯。嚇，好做。我把路會見嘅，即係都是唔是我嘅所在鹽水，即係都是2019我轉嘅時，等我飛轉嚟 US 嘅時，我係飛機 airborne 嘅時，我有叫人 check 我嘅厝嘅，我嘅厝嘅在經toilet bowl 嘅 pipe burst。Oh my god！ 是唔是冷天嘅數？是唔是冷天？唔是。哦。伊就是伊人過面對面啥，所以。你是講伊即搶水嘅擺，唔是你sewer嘅 drain 擺。No。OK。所以伊個 source 啦，伊 source 嗰啥。清氣水啦。嗰時我規個厝，大了就是about 6 inches。Oh my god！ inches 我規個厝在嘅。Oh my god！ 你厝樓卡 basement 哦。我厝冇 basement，所以我住喺度是 apartment building 嚟。嚇，特別你大館啊是。我住 ground floor。哦 ground floor，OK。我住 ground floor because 我搬大嘅。起樓梯嚇。所以我 neighbors 隔得就隔了啦。哎呦，了嚇了。Then 所以有人 maintain and all these things。好個就唔是你個記住。所以我有renters insurance 嚇。我有 insurance and all these things。tapi 咧，我有 one foot also 伊 insurance 伊 appraise。咩？一尺啊？你講六寸。12 inches 啊。哦，12 inches。So 伊個 writer 來會看 the damages。insurance。在下面好笑無？喂。我物件隔了都是 plastic containers 隔了。有個咧鋪了，所以冇批咯。我而家嚟這邊讀冊嘅時候，我 every time 我 notes 啦，我係 check 嘅啦，我你咁樣燒 plastic bin，大嘅 plastic container 我掂嘅啦，落去啦。所以你會 imagine 啊，我嘅厝啊，都是前一 plastic containers。有入邊特嘅 boxes 嘅啦有邊嘅。So because 我 move 前一 frequent， that's why 我你冇 unpacking。So 我 plastic container 嘅啦 is useful 啦。So 我做學生嘅時，我嘅朋友嘅啦直接來我厝直接笑我 because 我有好啲 plastic container。So the irony is 我嘅厝12 inches of 嘅冇得。哇，好了。嗰個仔都唔是抓到起嘅了嘛 ，plastic container 個大漢。我合白人隔咧就是 plastic，and before 我對嘅時我係 computer unlock 嘅了。這邊嘅興嘅嘛，興啲個plastic container，你第一container 佢塔 container 嘅嘛，就好事。So the question 我問你人看，其實你人本來有 NF 法律做 plastic。嚇，我講過哦。有路人有用嘅，但係路人有厝，或路人 ground floor 或 ground floor area 路人用。唔係嘅，when 你講大咧 container 是偌大 ？What's the measurement？ OK， 差唔多。我唔明 typically 係攞 about 攞尺咧。攞尺一尺。Okay, let's see the width is let's say about 1 inch to 2 inch. Then the depth is probably about the width is 12 inches or more. The depth is at least more than 我叫人看哦，人講就我叫人看。都叫人看啦，依個。等陣。其實依個叫40 gallon 嘅 container。40 gallon 㗎。Google 嘅。講呢樣啊？我看到了，我 Google 到了。我人有用，但係冇安尼大咯。依人有 square。Then Japan US 依人有 design in such a way that 會塔，依人叫 storage containers。你平
邊可上家啷嘢係個麥噶啦，你 test 嘟嚇，迄個樣有嘅，但係冇安尼大啦。我 YouTube 版呢，我看袂到。要轉一條 size 嘅。啊，這裡有，這裡有。有大咧就是big enough 下攞三箱 A 係就記得。我用這裡。small size，so 我用前一次 all these plastic containers，所以我睇我唔買。我用這裡，我用好地本這裡。用過用切馬啦，物件係內邊嗬，伊外口是 plastic 嘅 surface 啊，伊 case 有加上物件用切嘅。啊。但是講 dust 嚟 actually non generate actually dust。So 上個我呢，我 usually 收嘅 container 嚟 in separate。你看我按介好那個做面，我知啊。OK， 咱們上單了。講我這話題，停止你老講幾個數 ，please。我有特別安尼話了啊，要11點了啊。我哋講誒，上個早個另外一 topic 過來一道，我叫啲 Skype 會叫你 link 咯。我甲英國中講了，伊個講 the next recording 叫我講，特別無蝦米之類啦。無咩？無安尼聽啦。別緊，我 send the link 我錄到 Skype 度單啦 ，OK？ 嘅 link 我錄 ，OK 各位聽眾，感謝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新椒同埋早起了嘅地磚，加新椒大蘑菇，都是跳歌嘅歌啦。大蘑菇、炸貢、阿龍，拜拜，跳歌。拜拜。啲MB baru kalay,啲MB. Hello. Lu enjoy. Tosoka,他正講咗。小啊，拍隻波enjoy 咯，人變難死㗎了。拍隻波冇鹽啦。冇。哎，但係冇鹽。冇啊，我冇到變難啊，我到 India 睇啊。哦，到印度 ，OK。啊，Mumbai enjoy 冇ทัน去啊。แล้ว哇，這是幾唔知。冇啦，冇ทัน去啦，特別。個青枝咯，แล้วก็ตัดที่ Skype ภาพเป็นตัวlaptop กับติ๊กกับโดเรมิโอเค感謝禮拜個昨天嚟聽我講把你話第事 OK แล้วลองเห็นเดียว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จะสิ่งเด่นๆ出來啊 OK 拜拜拜拜。OK，你講Skype 邊嘅我未見，即係頂住禮拜 episode 咧就正訂了是個 subscribe，แล้วเราไป俾 T-shirt 嚟講咧，คิดแต่係無 link 嘅，當然就俾 keep 喺 hokkien.com 嚟俾，bye。